做咩嚟大排檔食啊？換個地方食唔得咩？呢度咁凹凸，唉，識食梗嚟大排檔啦，老嘢飯先正啊！啲燈又五顏六色，鬼五馬六咁。呢啲凳式大排檔特色啊，坐攰咗話仲可以瞓喺度。呢度又喺路邊，啲車又車嚟車去，你唔覺得嘈嘅咩？大排檔特色係咁噶啦，喺路邊停車方便啊嘛，嘈就因為人多熱鬧，人多嘅話就代表呢度好食啊嘛。張台又腍腍咁，黐手嘅喎。有冧冧嘅台，有幾咁出奇啊！但係呢度啲嘢好食又抵喎，好食又抵又好環境，邊可能㗎？感覺有啲熱喎。唔係啊嘛，咁嘅天時仲熱啊！你後邊有把牛角扇，你咪着住佢吹咯。咁呢度有啲咩食咁啊？你前面嗰個塑料菜牌，你想食咩嘅咪嗌咩咯？咁呢度冇掃碼落單嘅咩？唉，掃咩碼？叫我靚姨過嚟手寫落單㗎。係，老細依家出我交稿啊！我要翻屋企用下部電腦先。係使乜啦？用我嘅啦。你幾時買㗎？喺轉轉買20 MacBook 啫嘛，體驗都幾好㗎，預算就3000幾，買部入門筆記本，不如喺轉轉買部二手蘋果筆記本，續航強又輕，性價比都幾高㗎。咁抵啊！關鍵轉轉嘅二手嘢都有專屬嘅研機報告，喺平台上面都有幾十項嘅檢驗結果啊，仲有高清大道特別穩陣啊，而且仲支持7天無理啊，同1年保修啊，依家落單嘅話，春節正常發貨，唔使等，過年都飲得到啊！轉轉其他數碼產品都幾 OK 㗎，幾百蚊就可以買部 iPad 3000幾，可以買部遊戲筆記本，依家點擊評論區連接最高領錢優惠券啊！哇！你呢度都聽到炒餸聲喎。呢度啲爐頭用火水爐㗎，炒餸炒到冚冚聲，夠晒鑊氣啊！咁嗌咩食好啊？如果實在唔知嗌咩食嘅，你嗌靚姨咧，靚姨肯定幫你推薦嘅，包冇死錯啊！哎，靚姨，唔該攞支奶。攞奶使乜嗌靚姨啊？自己過去攞得啦，埋單一齊計㗎嘛。買包紙巾啦。呢度啲紙巾免費唔使錢㗎喎，呢度茶位費都冇㗎。你要紙巾嘅話，自己去前面攞啦。我有啲想去廁所啊。你開大定開細啊？你開細嘅咧，你可以去後邊棵樹度搞掂。如果開大嘅話，咁就要去過零2公里嗰個公廁度搞掂。吓？咁遠啊？我可能要爆咯喎！